點樣利用利得稅嘅規定去最大化稅務效益，係作為老闆嘅你一定要知道嘅事。香港自2018至19課稅年度起實施咗二級制利得稅率，將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嘅首200萬元應評稅利潤稅率分別降至8.25%同7.5%。超過200萬元嘅部分則按原有稅率16.5%或者15%徵稅。跟住會講下常見問題同注意事項。唔適用兩級制稅率嘅情況，包括某些特定行業，如合資格保險業務、企業財資中心等，以享受其他稅務優惠，因此唔適用兩級制稅率。另外，如果某實體喺評稅基期完結時有一間或者多間有關連實體，則只有其中一間實體可選擇兩級制稅率，其餘實體唔適用。點樣定義有關連實體？1. 控制關係 A. 某實體直接或者間接控制另一實體。2. 兩個實體均受同一實體控制。2. 獨資經營業務，如果某自然人經營多於一項獨資經營業務，則每項業務視為一個獨立實體。3. 控制權嘅定義，擁有或者控制另一實體超過50%嘅已發行股本。有權行使或者支配行使另一實體超過50%嘅表決權。C. 有權享有另一實體超過50%嘅資本或者利潤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